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的时间咯。假使讲大家需要充电的时间，要用哪个方式呢？去看书，也可以听一类音乐会，看一类戏剧，甚至于讲，有闲有钱的话，选择一场旅行呢。哇，讲到一个旅行啊，不论在国内也係同國外啊，其實都有幾多種嘅方式，也有幾多嘅地方。近間呢，我哋今半日都特別邀請一位在地嘅好朋友，佢都係專門經營旅行業，有嘅產業噃。到底我哋嘅旅行特別有兩般嘅方式，也係講特別嘅故事呢？好，接嚟邀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馬上就嚟分享我哋旅行社經理吳明光先生。主持人好，安尼電視機。前面呢，安尼客家鄉親最有福氣嘅安尼客家鄉親，大家好，我來自闽南，我揾到明光。哇，分享吳明光今日來到我哋節目地位，前面嘅時間，頭到我有同觀眾朋友講哦，其實大家假使講吼，有啲事件，各種嘅事件，假使講有還有嘅經費嘅話，大家大部分哦，用上嘅方式，一定會選擇去旅行，不論喺國內也同國外長短嘛吼，這個本身係。好嘅課呢，就係旅行啊，也觀光方面的嘛，係講一工作嘅時間都選擇一個產業嘅啊。其實講到一旅遊吼，我本身人講呀，不務正業我本身我讀嘅就按到機械科啊，如果我從各種畢業，以前就係上下咩嗬，我哋讀嘅就各種畢業，我哋就即家因為講讀農家子弟嗬，當然就是冇按多錢。在栽培，所以講咧，限讀各種一畢業，我就出外啊，半工半讀嘅，就一畢業15歲，我哋就去高雄打拼，我就讀高雄高工啦。兩萬會想到轉啲一個完全自己冇接觸過旅行業呢？其實有個旅行業，也8萬多8萬多上課去，不是專業科系的哈，因為我哋讀機械科讀畢業嘅，包括做評估來嘅，嘛相同企業嘅，算加工機地位，我哋就做一種嘅，就是所謂的那個就是機械的，咩咧？以前咧有嘛高爾夫球頭啊，高爾夫球頭啊，傳統嘅製造產業，製造產業，我南資加工機啊，待5年足足5年嘅時間所以講咧，就有5年，就當然嘅職場嘅問題，就是嘅時間上咧，就很冇相同嘅，就接觸到的旅遊也會方面。按你明講經理，真是入嚟一個產業之後啊，即刻發現到講旅行觀光業、觀光產業一個部分，同即個想象嘅有乜嘅冇相同冇？一天又發現到特別嘅地方，真係本一條路都見㗎，係咪？其實我從做評估來，頭都講嘅加工期5年嘅時間，安尼差唔多25歲，也轉換也跑道一下也當然就是要一個很不刻意的這個就是朋友有講到旅行，其實對旅行我一接觸的時候，對旅遊完全都不懂，不懂的。當然是一個機緣啦。那以前做起旅行社呢，旅行社的分部它有分票務部，跟旅遊部，跟簽證部。所以說我一開始之下我就接觸嘅所謂的票務部，那個時間點，差唔多30年前之下，慢慢流行高雄對台北，這個最旺的時間就是高雄到台北，也就按照國內航班啦。因為以前慢慢流行咧，我們還沒有高鐵的時候，我們從高雄去台北咧，所有嘅鄉親、所有嘅朋友去高雄，因為我喺坐車咧可能就個長嘅時間，坐飛機50分鐘就到高雄到台北，所以說這個一個機緣，這個就是一個機緣。那時候我呢坐高雄去台北坐自強號嘅火車票價就800人元都30年前就800人元以前就是這個時段剛好就是一個切入點，因為行業就是旅行社有一種行業叫做票務，高雄到台北的機票錢
一张机票800元啊，所以讲一个切入点就马上一个就对一位行业开始哈，就给我接触说，有一种行业哦，一位机票哦，一个机票50分钟多，那800元。唔坐高铁自强号的火车也要800块，花费几啊点钟加几啊批的时间，所以说就要的时间就不爱慢慢的话踏入这个旅游界。古所讲，其实旅游业吼，一个产业不是只有我们想象中，带团最去张的旅游业，其实其后端还有一种从票务啦、安排啦、规划也的后端的行程的内容。古所讲，这是一个投入的时间，咱看到讲，其实一个产业其实个有潜力的嘛吼。你自家有带过团无？你还记得第1带团带去哪有冇个上班吗？我第1带团，我就是带到所有的东南亚的普吉岛。以前普吉岛就是所谓的泰国嘛。泰国的话，以前有某次比一定要去曼谷转机。我非常的深下那个深刻的第一次带团，真是就把这个做足的功课，带了一个保险公司的30几个人前往那个普吉岛。而且又什么专业知识，我都是事前我都是有做足过功课。可是那时候做足的功课。那当然是我带团，我相当有经验，还有这个胆识。我也不敢跟我也唔敢讲赢客，讲我第1带团哦，带团最怕的机会就是说，我第1带团，我带你出去了哦，然后我吓到咧，那时候就是一个本上就有一个两队要协助我带团，填实习的啦，结果出发前的签证出了问题。所以说临时状况变成了我独当一面一个人带啊，哇，就遇到有问题啊，下个会聊哦，尤其又要转机，我还没去到时间转机点的话，又太赶了。我去到曼谷要转国内航班的时候，那个地勤啊，航空公司的人啊，通开了，主动用这位的讲呢出去转那个班机，差一下的没办法接到，这个是。第一次带团的经验，又是最惊险，这个我永生难忘。真是，假使讲本来我也出讲过印象的过程吼，因为第1有经验还冇丰富的时间，又读到一个转机，咩还要直飞哦，还要转机，一个又带到安多年，又唔系自家的人，真是鬼厉害的人工经历。也短时间又创业嘛，有自家的旅行社，自家对一个旅行业有自家的品牌一个部分，自家对品牌有乜个精神也讲理念冇？我一次开始接入一旅行社我每从人的旅行社就讲我要去这家去旅行社工作，我一出来我就这家就是独创就是自己创立。那当然旅行社跟目前来因为讲我本身也是旅行公会，跟目前我哋高雄市的旅行社有500人间旅行社可是大大小小这旅行社以前的旅行社就是说有一个办公室，就像一个办公室底部，一块是一块头很多想要创立自己旅行社，唔係講一出來，要開旅行社牌冇簡單，要有3個執照，觀光局的、品保協會的，還有市政府的，最把門困難。所以說一剛開始接觸旅行社的話，可能會去一間旅行社一個辦公室，就所謂的靠行。就是租一個辦公室，就開始從一種族嘅開始，成立到2種族、3種族、4種族、5種族，自己喺度拿牌，所以講呀，這個是一個歷程，也相當嘅冇簡單啦。可是我唔係講去旅行社學習咯，所以講以我哋人年嚟講，今年我差唔多60歲嘅，所以講30年前以前嚟講，即家來去學習，也冇簡單啦。所以講我就跟住講嘅一步一步，以前對天對馬嘅我唔曉得，已經都近30年嘅經歷，所以講咧也會把門冇簡單，就是一步一步來學習的啦。
就是讲，从你一个旅行社，最主要係一步一步天天来行过来，爱本你看最好的服务，就係自家的一种精神的核心价值啦吼。哎，冇错。所以讲，我一直就坚持讲咧，当然也就服务业哈，要旅游啊，这个是跟旅游服务业就是非常现实的一个行业。就一个品牌，一个服务。如果天都要团，收哈。迎客过来冇满意吼，可能就马上吼就讲就唔填团，就要揾旅行社哟，要帮忙现实的问题哟。冇错噶。观众朋友，调到民工经理今日我们引来一个旅行社，一个旅行的产业呢，调到可能第一个故事。不过真是佢个经验quite丰富，有哪条好搞好料的呢？你冇走过哟，等一下民工经理再来听听同人哋分享哦。前面我哋了解民工经理佢自家本身用蛮进来一个旅行的产业，不过佢自家本身的故事很大蛮多哦。像平时我哋听讲，我去日本也去那其他的国家留了，佢也带过呢。不过伊也在国家留了的时节，有哪条的主题，也讲有哪条的行程呢？今来请教佢吧。民工经理，想到不是我哋会谈到讲，我哋会出国去那留了，最多的谈讲的就是日本啦。我哋先假使讲我去年下，我去日本的时节，同人规划一下，我哋去到日本可以去那留了，也係講要用辦特別的主題，好冇？講到日本佢目前來統計安尼就日本觀光局來統計講，全世界去日本去了嘅。就是外國的觀光客我哋台灣首屈一指。所以說我哋日本人對我哋台灣百萬友善。所以講我哋一般帶人去到日本日本人講台灣 number one， 台灣 number one， 百萬真是百萬對我哋台灣百萬有餘，也百萬愛歡迎我哋台灣人，就出去我哋日本。了，就按你台灣人去到日本水準quite高啦，所以也評語非常的高。假使講我哋去到日本搶頭到人們咧，就我哋一般嚟講，最多人去日本，我哋談到嘅啦，講賞楓嘛，看花啦，一種嘅行程，人哋會用辦去同人去規劃。講到也要路線一般的路線嚟講。quite多人講要去日本了，日本的主題蠻多的，所以講喺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日期，你就是要玩不同的，要食嘅要不同的那個地點，就比如講你的親子團你要去度假的你要去賞楓、賞花、賞雪所以他們日期完全冇相同，地點也冇相同那簡單講我去日本的涵蓋的地區蠻大的，就只有北海道，北海道就是我哋台灣的兩批版的按太法的唔好講做北海道嚟講，所以講對北海道包括東京、台北、九州、四國、東北。再來講些北海道最強呢就 Okinawa， 就所謂的琉球。所以講呢，要按到日本的路線呢，你就要看你適合什麼呀。我愛去日本了，我日本愛了，所以講呢，我們就會看安尼就安尼團員，伊一樣伊一擺伊去帶私人的醫療呢，也會帶親朋好友，也會去度假，所以講我哋就針對也會店嚟計做嘢食嘅。那假使講更加一年四季地方，我哋先講春天好，春天最有名嘅都係去賞櫻嘛吼。人規劃嘅話，假使講賞櫻，有自家推薦講日本哪條嘅地方賞櫻，個獎也係講個適合我哋親子。老嫩海色嘅，還有情侶兩個人小家庭嘅一種嘅。講到也要賞櫻也就今日最旺的時間今日要排位一下講要賞櫻，買排位完全買唔到。也會就過年前就開始當排位了講到也要賞櫻季節，也會就充點嗰多人講我來日本賞櫻，
你要看时节啦，我去哪些蔬菜啊，所以就按照专业规划。所以讲，一般的日本的赏樱哈，日本有一个气象局哈，它每年会做一个规划，它很早就预测了哦，因为赏樱的季节哈，差不多1礼拜最多都10月，马上，所以这个是这个时间上掌控的非常的那个精准。所以讲咧，唔讲啊，赏樱，唔係每年係講唔某嘅時節可以賞櫻，嗬，去來嘅地方賞櫻，也就是按照重點哦。從今年呢，它的那個賞櫻的那個整個的開花的那個日期，全部氣象局都已經顯示出來了。哦，所以講你唔某嘅時節，所以講然後不得出嘅，你講4月份可以賞櫻，所以你就按照某個時節。好，所以講從今年的賞櫻季節的話，跟目前就從日本的東京。東京跟九州的纬度差不多，3月25就是開花時間。開花時間，東京到大阪，名古屋，再嚟講最慢就快到北海道。賞櫻的季節就是講呢，來地方隔個月，野花就可以。像目前台灣來講，現在就是賞櫻的季節，因為台灣的緯度比較高。好，因為台灣日本隔個月咩，所以說它的預計3月25號從東京、名古屋、大阪，到北海道，所以講然後我出去了，如果4月份而去，你4月份唔好計排到東京櫻花已經都謝掉了，所以說你4月份你中旬的話，你就是要排到那個大阪那邊去了哦。那你5月份呢？5月份已經開到那個北海道那邊去了。所以講也會重點，所以講多人客講捱嘅時間就3月份而已啊，跟你3月份去，那你不要3月初唔去，從你要不時間去，花都還沒有開，你一定要3月25以後去嘛。那你要選擇就是東京了，就按照關東。你就是這樣，所以也會學霸蠻重要啊，都已經設計咗。唔好人客講我就參加，我就會搶3月25，我要去北海道看櫻花，我看得到啊，你就是這個，也會就講到重點。所以講也會諮詢分享本來的客家朋友，本來的鄉親弟，某個時節你就可以去，出去來聊啊。我所講大家喺規劃嘅時節，先看一下自己想愛看嘅主題，假設講愛看花嘅話，譬如講櫻花吼，其實會對南到北事件會按嚟地震，冇錯。假使講人愛看雪的話，就是反過來咯。我相同的意思，雪景一定要先賞楓。日本它季節非常的分明，跟最旺的就是賞櫻嘛。賞櫻之後的話就是賞花，賞花的話就7、8月左右，那個季節性就不會那麼強烈。賞花的話就是北海道看的那個薰衣草。只有那個時間就7、8月的時候，北海道的薰衣草那個就是賞花了。因為先賞櫻，再賞花。賞花的話，其他的地方也是蠻多的那個賞花的景點。那是賞櫻，當然是它的賣點是比較強烈嘛。再來就是賞花，就7、8月的薰衣草就喺北海道嘅當時就看唔到嘅再過來就是賞楓了。賞楓講到賞楓就相同，對寒的地方慢慢的過來，所以賞楓最快的時間都變，對北海道一直快到東京，這個就是一個季節性，所以講咧，我也叫今日我哋去賞楓我哋去北海道賞楓，它又有主題性，所以有很多人客它本身就是沒有很新的資訊，所以唔啲搶價能搶到講咧，我哋去賞楓，我嘅時間如果講咧9月份。你就好，你的時間上你就要選擇性啊，就北海道那邊一直開到東京、大阪那邊也是還有賞楓的也景點很漂亮啊。
可是那个到东京、大阪那边已经要到11月份了。好，你9月份、10月份你就要安排北海道了。好，那当然赏枫之后的话，当然就是赏雪了。赏雪也是一样啊，就最北海道那一边。好，一听到它差不多，好11月份开始初雪开始了，好就要从那一边。好，那到就是往到南部那一边去的。好，亚威就一个非常明确的资讯，那个。你找到专业的旅行社，就会给你专业的规划。要不然的话，你去到那边，你要赏枫，你亚尾如果唔前开放所以亚尾会冲掉啦。假使讲无够清楚的话，许多嘅唔免亚尾还唔前转变变色，如果亚尾全部落枪，唔错，我读到安尼可以所以我这个就是旅行社的责任了要这个规划了。嗰时候民工建议唔能睇。服务好人客嘅時間，會同佢滿先做，然後再詳細同佢匯報錯。唔係講人客講我一天我幾時間明明幾時間佢都冇乜嘅東西。冇錯，我們一定會特別跟客人強調。錯，我面對一件事情，就是講其實旅行旅遊一件事情最多嘅，我談多嘅，然後我有自家去交流嘅，也有跟着旅行社成團，講嘅團客嘛。自由行同團客兩種嘅方式，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哪種個適合？有哪種嘅特別嘅特色，好冇？其實講到重點就講今日團體就是講就講人講跟團走，跟團走就是說要不團所有的食衣住行全部都規劃好就有一個自式的景點，包括你講不管全世界也相同，都有。人他回來了就團去團回，這個就是所謂的就是跟團體走。那最近慢慢流行，就所謂的自由行，自由行或是 mini tour， 就是小團體2人就是成型的，就所謂的自由行。那以我哋兩沙為專業來講，人啊解釋我時常我人啊問講我想要來自由行，我一定會問講你有去過嗎？唔會講嘛，你去到哪一個國家，總結態度還沒有關係哦。如果說你喺日本來講，佢唔會講日本話嘛，不會日本話，你最起碼英文也稍稍會。雖然是日本跟自由行也是很方便，因為它所有的地名都會，包括地鐵站，它都是有日文跟中文，也是很方便啦。當然你有這個膽識。你也可以嘗試自由行，那當然各有利差嘛。自由行的話就是很輕鬆，我想去哪裡，我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你這個時間上就沒有做掌控。跟着團體走的話，可能就是按表操課，因為它時間上的安排，所以講時間上就是有一定的時間。所以說一般比較偏向後省的就會好，尤其去日本就機票一買的它。機票現在所謂的 package 就是機加酒，機票加酒店，人一買機票，翻量一檔就是飛出去了。其實日本用自由行，年輕人現在真的蠻普遍的。嗰種係啲嘅。如果講這個臨時準備，也係講冇乜嘅經驗嘅推薦，停頓太假行。然後等到這個有經驗嘅，有一個處理過實務經驗之後，就可以來做一個自由行。因為自由行其實個彈性個大，將去哪都去哪。最主要這個可以選擇，因為用埋去行，唔是估到全部按多年的意見。像我去那也睡到自然醒了，因為吃喝玩樂這個時間上。就是他們自行隨心的規劃，因為自由行各有利弊啦。唔錯，都好用一個專業嘅分析本來個清楚嘅。觀眾朋友，不論係哪一種旅行嘅方式，大家可以選擇這個喜歡嘅哦。但係呢，其他地方係咪有按好高按好料呢？冇就可以哦。等一下，繼續還有精彩故事哦。前面我哋去到日本交流之後呢，更加還有哪個地方可以交流呢？我哋咧順後，我哋有一個中國一個地方，安泰應該有幾多好交好料嘅地方吧？親像民工今年也帶過個特別嘅路線，也係講個特別嘅團體哦，係咪？民工今年
俺们喺中國地方安泰，比日本海洋國泰，俺能去到中國的時間，帶哪條嘅主題同路線啊？中國大陸吼，對南島最北、最東個最南島海南島，最高到西藏闽港藝本身對中國大陸旅遊，安尼行嘅幾啊轉，已經行嘅500人邊呀。所以講咧，所有嘅路線，我幾乎我攏有帶人去了過，所以對下邊我請歡喜分享俾大家好朋友。中國大陸有22省咧，有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所有嘅路線你從日本嚟講，最多排10個種嘅行程。中國大陸最少22再加5個自主藏自區，還有4個直轄市，所有的行程最少有50-60種的行程。所以我行嘅500人邊，我還沒有全部玩遍，還有深度的。所以講青島一種嘅旅遊我也歸歡喜分享俾安尼好朋友。安尼唔講經驗咁豐富啦那最熱門的路線有哪幾條啊？熱門的路線講到熱門的路線，中國大陸就分布的比較多。所以講每一個熱門的路線也唔係看人所以講我不管全世界出去旅行，一定要問專業的旅行社。我當然想去，可是去唔得。也就熱門的景點太多了，已經目前最熱門的景點，現在隨便一講一下，你講江南，江南桂林張家界九寨溝昆大利包括絲綢之旅北疆當然比較特殊的就是西藏等等，只有這些地方就涵蓋了好多地方了，就是真的大自然的風光真是大陸就可能都擺滿冇相同的風光。安尼今日聽到我哋念出來嘅題名，其實我攏怪熟悉，但由於咧。昆大利係乜嘅地方？我有冇講過？昆大利講到呀，昆大利昆大利這簡直就是雲南嘛，雲南高原嘛，就是昆明、大理、麗江，這個也是非常現在很熱門的景點。像今日我就5月份、6月份也上落去昆大利明日幾乎都要去那邊。這個也是它的特色，也是比較強調，就是從昆明那邊嘛，去到大理，再來麗江。還有甚至延伸到香格里拉，應該有聽過香格里拉，還有泸沽湖，虎跳峽，等等，這個地方的話，我感覺也非常特色的一個景點啦。因為海拔，你講高那個雲南高原嘛，雲南高原，它的海拔比較高你就機票從邊幾過去雲南海平面你像我哋台灣。你的海平面，你說海平面就1800了，昆明就1800了，大理到2000麗江2400到泸沽湖已經到3200了，香格里拉最高到4000了，所以說這個的話就是所謂的昆大利這個景點也是在市面上，因為說。最近的航班比較少，要不然這個也是非常熱門。你一般的剛剛說的桂林江南張家九寨溝，這個就是大家比較熟。昆大利的話，這個也是我們中國大陸必有之一民講經理，我想要強調一下，就講，其實談過我自己也最想要去的地方係哪個地方？有西藏，因為我談過西藏係我們的世界的高原嘛，從某地更加過去會唔會更麻煩講麻煩是個冇麻煩，你一定要經過旅行社，因為你去西藏一定要辦入山證，入山證，而且你要入山證，那現在的話一定要當地那邊協辦自由行，你所有的中國大陸你都可以用自由行，西藏的話你要自由行打規模封篇這個要辦入山證，還有參加西藏旅遊的話，唔想去就去因為這個是海拔的問題我多年都夢寐想要去西藏，所以講我要去西藏，我會跟客人，我跟你講，你去過那些所在，我會先跟你講，九寨溝你有去過嗎？黃龍有沒有去過？昆大利，所以我剛剛昆大利嘛，昆大利的話。你香格里拉有沒有去過？泸沽湖有沒有去過？我先稍微這樣的話，就好像醫生一下，給你評估一下，你有沒有高山症的反應？這個所謂高原反應。你在西藏的話，
你要过去的话，拉萨那边就3500了，好3500呀，最高到4000多了，好，那最有特色的话就是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从拉萨到西宁坐火车，坐那个高压的那个火车坐23点钟呢。哇！所以这非常这个也是我一生当中，如果说你身体做的有没有这个高原反应的问题的话，你一生当中当然也是蛮值得去西藏。去走一趟。除了抽鼻氧机，那有可能俺们自己可以绑到安国的地方。真的。那你讲到西藏的话，我当然就是以我们的经验来讲的话，你去海拔的那个高原的那个就是旅游地的话，你千万像台北的话，之前航班很多，台北就直接飞到拉萨了，它一下飞机就3500公尺了。可是以我们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会去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我会要试着慢慢用爬坡。我们一般的团体我高雄会比到成都，成都再去林芝，林芝的话，成都再来林芝海拔2000多嘛，再慢慢住一个晚上，慢慢加深2000啦，2500、3000，做了是4000，这叫比过去很多位3500的那个状况下你如果有经验的话，你行路就好像9侧一样你行侧先去把它掐，就是氧度嘛，血氧如果说你海拔越高的，你血氧的浓度会越来越低，你越低的话，你就是头会晕，这个就是所谓的高原反应。古时候讲，譬如讲我去安提佩的地方，最好提咧先请给旅行社，体验要这种循序渐进，对，轻的，莫一下就绑过去，有可能下来行程了到，都自家身体先唔爽快。最讲带团最怕就是那个就是高原反应，身体唔爽快安你出去玩的话，如果你身体出了状况，对自家来讲，对团体来讲，这个就是一个负担啦。相信讲高兴出去，最主要就是平安啦。这个就是要考量。唐讲民工今年唔但将带那种固定的路线，能还会客制化有特别的团体，比如讲去冲牙的，能讲进香，或者是所谓朝圣，有那个亚比斯吗？亚威讲到亚威嘛，亚威嘛爱去专场因为俺来自闽南安尼跟乡亲分享一下因为我哋台湾对亚威寺庙祭拜这个宗教的信仰说实在。爸们也是非常的尊敬啦，所以讲我的专场，我跟讲闽南地区所有的妈祖庙，我都会固定的时间会做一个朝圣，带神明过去呢。你能做一个朝圣团带神明出去抽鼻氧机出去旅行，同带人出去有冇个冇相同的地方冇？有冇个爱特别注意？特别8万多，我们神明还是要买以前周期早期我们带那个朝圣进香的团，我们可以就是跟妈祖不管那神像可以座位这样做起来，南路呢从内因为说文化一直的演变，到现在的话不可以。第一个现在买机票妈祖买机票机票现在兵营还不会行价够贵还不得不搞个贵可是它限制蛮多的那个长高那个体重、台式重量也得全部禀报那个就是航空公司，还有协办人同伴人都爱抽虽然他没有名字，可是要一定的人。陪伴的就坐以省就一个 V 如果疫情前的话，我很常过去就是一些朝圣就是去他的祖地，就湄洲岛那边很多台湾的比较有名气的妈祖，他会定期的都是回到那边加持再来回，因为说你宗教嘛，你要拜拜，你要经过这个加持之后回到台湾
功力更强。真是安尼谈风了鬼神奇的，没想到人家神明也要买机票。安尼除了神明，人家人过去中国了的时候，虽然讲语言同文化系改相近的，但是人家有乜嘅要注意的嘛？因为毕竟系无共同的国家嘛。去了总结态度讲实在因为说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地俺家台湾已经有18政治的问题，所以讲俺许多的俺的带旅行团纯粹就是观光旅游，绝对不会谈到政治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一定会跟客人做宣导。今日骨多人朋友上去总结态度讲，他们有许多文用的嘛，我本人留去了嘛，冇按严重啦。讲实在，我们旅游归旅游啦，这个的话，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就宣导各那个去总结态度的乡亲朋友呢，其实对也冇影响啦。可是现在的政策的问题，目前疫情过后现在。俺的政策上还是没有很正式的对外，就是跟带团出去了。那我们还是有一个名誉叫做参访团或是自由行。我们还是要听从我们就是俺的台湾的政策来这样操行。去到那边的话，操作模式，反正就是以名义上的方式来做这个旅游规划了。系啊。假使讲自家无乜嘅经验的话，最好先做功课不然要是就是请民工经理能力行啥，先去了解讲自家想要去嘅地方有哪条要注意的事情，也讲要带嘅东西，唔好一下好切切的马上机票停了就飙过去，结果发现到当天自家唔系自家想象嘅各种嘅方式都更麻烦的我唔知。观众朋友，今日呢，我哋民工经理分享嘅故事同经验，都蛮精彩呢。假使讲大家想去出国去聊聊，又唔是讲用慢去聊聊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也係讲去请民工经理今日好好讨论一下，某天能可以请到自家喜欢的旅游的方式咯。今日再一次感谢我哋民工经理带来安丰富的故事同经验多謝。感谢主持人，感谢俺哋最有福气嘅俺哋天使期嘅俺哋好朋友，感谢大家。好哟，不管去哪聊聊呢，最好要有健康的身体啦，加天天先生来运动一下咯。希望我哋福起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